国防的消息，日本智库呢，模拟2026年台湾有代志进行兵棋推演，在美国、日本、台湾联手下呢，各个战术这个战争，在2礼拜后会结束。不过损失52台这个军舰，744台军机甲几万人伤亡，应该是惨胜中共的军队。国防部长邱国正回应讲，无论是倒一年，国军随时拢有做好准备。美国《华尔街日报》的报道讲，美军已经打算伫未来几个月，将伫台湾的这个美军的人数为本来30个人左右，增加差不多3-4倍，增加到100-200人。邱国正表示讲，台美双方有真侪交流，唔是干那单一方面尔。这个消息佫需要做彻底了解，无想要加讲。昨日早6點24點鐘內，包括採用是無人機在內，中國有12架駐軍機倒尾來喺集中線含咱台灣4周圍的天頂，各6台駐軍艦喺台灣附近落掃，國軍用軍機軍艦含飛彈系統定情監控。中軍繼續對台灣軍事威脅。美國《華爾街日報》23號報道，美軍暗算增加喺台灣的人數，未來幾個月內，會為1年前的30人左右，增加到100個人到200個人，嘛是幾十年來上大規模。不知道它這個消息來源怎麼樣啊？事實上，我們跟美方有很多的交流，不限於這個單一方面的。這信息我要徹底了解才能做錯，係吧？我不做多的評論。日本智庫和平財團1月嘛進行台海危機兵棋推演，無記2026台灣有事，美日台攏總損失52隻軍艦，744台軍機，最低傷亡2500人，美軍破萬，國軍13000人傷亡，係這項掠去。解放軍是包括2隻航艦在內，156隻軍艦卻結個點落去，252台軍機卻結落來，傷亡超過4萬人。異國戰爭會戰2禮拜。隨時國軍都要做準備。好吧，我不分什麼2025、2023、2026。台海的戰場環境是海空戰場，特性就是說可能會快速就是決定勝負，對北京也是一個警告，也就是說它成功機會其實是相對低的。會兵棋推演到華府暗算增加在台美軍，冇兩岸區域安全局勢，將做全球關注焦點。有事沒事趕緊轉開華視，還沒有訂閱華視的 YouTube 頻道嗎？趕緊按讚訂閱，開啟小鈴鐺，我們華視 YouTube 見。